笔钱还是由全民买单。为了解决监狱超收问题，2018年初，部分蓝绿立委曾共同提案修改刑法，把初犯而且再犯率低的人假释门槛给降低，从已服刑期的1/2降为1/3就可以假释，但立刻引发社会质疑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先不论用假释来为监狱超收解套是否是对症下药，其实现行假释的申请也非常旷日费时，因为必须由假释委员会反复考量受刑人的在监表现、犯后态度以及再犯风险等等，案子经常被驳回。台语诗人柯柏荣和朋友买志平年轻时曾经犯过强盗罪，2度入狱。更生人找工作并不容易，出狱后现在相互照应，但谈起假释申请却是点滴在心头。为什么呢？一起来看。我这里写条歌呢，什么歌？好谈转来啊！你适合你，听看卖。爱着青春，已飞甲远，愈飞愈远，愈飞愈远。穿着黑色 T 恤，54岁的柯柏荣好一阵子没工作了。临时得知有打零工的机会，二话不说前往和朋友会合。啊，好啊，好，今日要。咱讲拍，啊，你补补的，啊补水，虽然在共做人过，当作家己的工作在做，当作家己事在做。旧屋翻新补土，有水电背景的他和老搭档买志平合作多年，早有默契。两人年轻时都曾犯过强盗罪，现在一样是更生人，显得惺惺相惜。因为我们都是做工程的嘛，所以我们就会互相，应该怎么讲，就是会互相平息啦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困境在哪里。因为都体验过10几年苦劳的日子，让他们话题不断，而最常聊的就是当年申请假释屡战屡败的经验。一直报了差不多7年半才准。那种等待的心情，你从开始抱有希望到灰心，到最后就是说啊，算了。迟迟等不到铁窗外的春天，柯柏荣也把这心情写成3行诗。凊彩一张乌鲁无济的灵符啊，就甲凡人的人骨、尊严、甲慢对成问号，我觉得问号。我有一些比较深刻、比较沉重的一些台语诗都是在假释被驳回时候写的。受刑人在服刑啊，如果你没有假释的话他完全就没有希望，对人生是没有希望的。你短期期不用讲，长期期的嘛。长期期如果你没有假释制度的话，我既然爱乖到晚期等，我是不用变好的。里面的管理员我也不会改写了。在狱中因缘际会，柯柏荣接受了台语文学的洗礼。得以用诗词抒发等待的苦闷，他的创作屡屡获奖，杰出的表现却没为他打开提早假释的方便之门。解做老母诶，那是我心里所想。解做老母，因为囝虽然学拢学歹，拢就比较乖，但讲伊袂去风景很是好生。你是要陪我远，你爱托陪。我第一次进去关的时候，只有我妈妈有进去看我，我那些兄弟姐妹不认识。我躺等来呀，我躺等来呀，啊不从我做回事，唔通可以当个日头时，看无你的
像柯伯荣这样申请假释却迟迟没有下文的案例，在台湾是不胜枚举。而全台监狱的超收量，从过去的21%，虽然已经下降到10%左右了，仍旧是人满为患。也因此，去年就有立委提出，是否能够降低假释的门槛，来降低监狱的负载量。以台湾现行制度，受刑人如果想申请假释，无期徒刑得执行超过25年。有期徒刑需超过刑期的1/2，累犯则是要服刑超过2/3，而提出后需层层把关，除了有被驳回的可能，就算同意假释，流程常见旷日费时。2018年，民进党立委林岱樺和国民党立委陈雪生，为了解决监狱超收问题，联手提案修法，将执行超过1/2得提报假释要件放宽为1/3。就很像我们新兵训练嘛，你才去新训多少，才刚下部队，都还没破冬，然后你就是说要好说你是一个经验很好的什么什么，那我们当然就觉得这样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所以那时候社会上就有一些疑义嘛，说你把假释门槛降得这么低，服刑1/3就可以申请，那他们真的就是才服这么短的刑期，是不是就真的已经反省了？由于修法争议极大，引发外界批评声浪，还在提案阶段就胎死腹中。法务部为了解决超收问题，初期先是扩建4所监狱和1间看守所，预计4年内能逐步减轻收容负担。经过这几所监所的扩建之后，我们可以多收容将近6000人，所以到了112年年底，我们预估应该从9%可以慢慢逐渐降低到0.3%。但实际上，自从法务部颁布9价3证条款，5年内3犯者必须入监服刑，监狱总收容人数年年创新高。有律师认为，与其扩建监狱，不如修改刑法特别法，让一些轻刑犯以加重罚金的方式代替入监服刑。废弃物清理法，你乱丢柜子、床垫，你有可能就被抓去关。然后山坡地保育法跟水土保持法，如果你住山上是山坡地，你可能在家门口去整理一条路，你觉得说怕台风来，我先整理一下。但是你没有跟县市政府申报的话，你也有可能抓去关。我们好好把这些特别刑法拿出来一条一条去检查，是不是有些是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手段，好像比如说我用行政机关去加强取缔。林文敏老师伊的作品吼，对我影响最大啊。在散文的部分、诗的部分。降低假释门槛不了了之，原先的假释制度，则是因为申请时程过长，被柯伯荣质疑公平性。究竟有没有黑箱作业呢？我们原则上是做3大方向的那个评审核，包括说他的犯行的情节，还有在监的表现，包含他的犯后的态度。以及再犯的风险，有含他的前科记录，而且要说明一下，我们监所的假释委员会，外聘的社会公正人士是比我们内部的职员干部还多。根据矫正署的说法来推测，柯伯荣和买志平2人都是因为在假释期间再犯，因此第2次入狱时，虽然痛改前非，表现不俗，在申请假释，累犯记录理所当然也被纳入考量，才会迟迟没通过。一般认为，假释制度或许还能再讨论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要如何加强矫治和更生制度，才不会让更生人像进了一扇旋转门，一直出了又进。如果会重复进出监狱，也意味着较